再麻烦一下，谢谢你。哎，这样谢谢。我去外面指挥等他们进来好了。你们昨晚有听到声音吗？就让他卡里面吗？他卡那个缝里面。他是有地震吗？还是？不知道呢。他这个我打给你。等下消防来也不好处理。你还要水吗？水这里有。来手接着。来，拿着。他怎么卡进去的啊？靠，这很难处理了。这很难处理。他怎么卡里面？他可能是攀爬，不然掉下来吧。哦，应该它是这个有这种板子嘛，那你们踩在板子上，结果就掉下来了。哦，我觉得，因为看到这板子脱裂的这个痕迹。你的脚，维特，你的脚小心哦，等下。我要 hold 住它，不然它会往内掉。好，那个要不要？需要帮你吗？等一下，进城你不要动。没有，我现在这边没有。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好，我来。把那上面那一块啦，那块石头。这块嘛，对对。两只手抱它可以吗？本案系今日09时48分许，本分局中立所接获民众报案，称康乐路25巷16弄内附近的荒废透天厝有男子身体卡在围墙中，不断哀嚎。警方到场后，给予该名男子1瓶矿泉水，并安抚其情绪。与消防队员破坏墙面后，救出该名男子。